有個好消息話俾你聽，廣州6月18號起，23間醫院正式推出一次掛號有效3日咁嘅服務，既能夠減少重新掛號嘅費用，仲慳咗好多時間。具體係邊幾間醫院啊？我放喺呢條視頻最後邊，有需要嘅可以截圖嚟保存下。大家以前去醫院睇醫生去檢驗，有啲結果要第2日先至攞到嘅，咁啊只能夠第2日又走一次醫院去掛號。或者要睇下醫生排期去預約，咁先可以揾到醫生開藥治療。咁一次掛號管3日嘅服務，就允許患者喺包括掛號之日嘅3日內免費續診同一個科室。目前開放呢項服務嘅科室呢，係普通門診，以後更多嘅診室範圍相信就會逐步擴大。咁有人問啦，呢個叫做管3日，萬一我檢查3日都仲未出嚟，要我第4日去，咁我係咪又要掛號呢？一般嚟講呢係3日，但特殊嘅檢查結果出具時間如果長嘅呢，各個醫院其實係可以適當延長續診時間。由舉個例，廣州紅十字會醫院、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就將續診時間延長1個禮拜。好多老友又有擔心啦，咁樣初診患者同埋續診咁啱都排到1日，乜成日俾人家插隊，哇！前面嗰2個兼隊續診唔意味住你優先就診啊！記住，無論你係初診抑或續診，都係當天按照規定嘅時間去診室報到，一齊插單排隊。再同你舉例，假如個系統喺續診預約時間發咗個號2號咁算啦，咁呢個時候呢，叫號系統就會出現首診2號、續診2號係唔同嘅。一般情況下咧，系統會優先叫首診，再叫續診。尤其係我哋而家好多時候攞到檢查之後咧，都係直接敲門。陳醫生，我尋日個報告出嚟咁樣其實會打攪咗下一個睇緊病嘅患者。出台咗政策之後咧，你就唔使事後攞個結果單走到去醫生門口啊，見縫插針，人逼人，咁門診嘅秩序咪更加和諧啦，係咪？雖然有醫院喺度都呻嘅，1號掛3日喺一定程度上會增加醫院工作量噃，最明顯係咩？減少咗醫院嘅門診收入啊嘛。但係咁樣係咪可以倒逼佢哋加快檢查嘅效率呢？等到患者唔使再走多次呢？總之啦，總體嚟講，掛1管3呢個政策確實簡化咗就醫嘅流程，亦都減輕咗患者嘅經濟負擔同埋時間。咁以後咧，各個醫院再將服務跟上咯，咁以後大家睇病咪更加方便高效呢？係嘛？